世界錯綜複雜嘅局勢影響全球嘅經濟民生，你嘅生活係咪受到咗影響？複雜嘅經濟形勢更需要我哋思考同選擇。事業發展遇到瓶頸，停滯不前，收入下滑，缺乏保障性同持續性，你將如何應對？時代變咗，賺錢嘅方式亦都變咗。你離破局只差一次勇敢嘗試。未來生命開創消費即投資嘅全新消費分享經濟模式，以高科技產品未來生命口服幹細胞為載體，要你暢享健康與財富。未來生命8大獎金分配模式，全球一網合併，統一結算，財富人生輕鬆賺取美金。VIP、SVIP 系統領導人3個級別，引領新嘅財富浪潮。直推獎，創富之旅輕鬆開啟。消費產品即刻成為未來生命 VIP 客戶。當你分享第一個 VIP， 你可以攞到1200乘20%，等於240美金。分享第二個，你可以攞到1200乘30%，等於360美金嘅收入。第三個，你將擁有600美金嘅收入，3單即攞到100%。一個支點，撬動財富新空間。全球派息分紅獎，投入越多，收穫越多。假如你有1萬蚊存入銀行，1年利息都唔到2%。未來生命全球派息分紅獎，讓你一邊健康美麗，一邊攞到遠超銀行利率嘅收益。只要你嘅組織架構中 A 區同 B 區各有1位事業夥伴，即可獲得派息獎。公司每日攞出總營業額 PV 嘅10%，分俾符合條件嘅未來生命事業夥伴。如果你係 VIP， 你可以攞到1份；如果你係 SVIP， 你可以攞到3份；如果你係系統領導人，你將可以攞到5份每日派息。投資越多，分嘅越多。先機獎，掌控先機，先入為王。任何一個新事物嘅出現，都有一個被接受嘅過程。越早相信，越早加入跟隨嘅人，更能享受紅利。喺你嘅組織架構圖下，20層內任何一個夥伴加入，你都可以攞到0.2% PV 值嘅收入。如果你嘅組織架構下20層滿，你將獲得2097150乘以1200 PV 乘以0.2%，共計500萬左右美金嘅收入。所謂成功就係快人一步，你仲喺度等緊乜嘢？建代獎，快速裂變，財富倍增。未來生命建代獎，讓你嘅資產喺無形中以 N 倍嘅形式增長，億萬財富輕鬆積累。只要係你嘅推薦關係下，20代內每個加入嘅事業夥伴都將俾你佢嘅 PV 值嘅0.5%建代獎勵，層層裂變，層層爆發，直推越多，裂變越多，新嘅人生高度觸手可及。組織銷售獎，業績為王，共同成長。為咗鼓勵幫扶市場，助力市場健康平衡發展，未來生命特別設立組織銷售獎。以組織架構 A、B 市場為例， A 區市場銷售額100萬， B 區市場銷售額20萬，即以100萬同20萬直碰，以20萬為結算，即20萬嘅10%可以攞到2萬。A 區剩低80萬業績可留到下次業績碰撞。VIP 每周封頂5000美金，SVIP 封頂1萬美金，系統領導人每周封頂2萬美金。VIP 1年收入53周可達26.5萬美金單項獎金收入，超過全世界幾多嘅人。如果你係系統領導人，咁將係106萬美金。財務自由，輕鬆解鎖。伯樂獎，攜手成長，共創未來。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每一位你幫助過嘅骨幹，你都可以攞到佢哋組織銷售獎總額嘅5%，最高可以攞到緊縮6代嘅5%。幫助嘅人越多，收益亦都越多。如果你嘅推薦關係下，團隊有400個 VIP 封頂，咁你可以一個月攞到400乘以5000乘以4乘以5%，等於40萬美金嘅收入。一年可以攞到480萬美金。如果1000個封頂，一年可以攞到1200萬美金。如果係1萬個呢？伯樂獎上不封頂，財富倍增，輕鬆實現。
感恩獎金，貢獻越大，價值越大。為感謝精英人員為公司快速發展做出嘅巨大貢獻，公司每月攞出總業績嘅10%，10個級別，每個級別1%。例如月營業額1億 PV， 則攞出1000萬 PV， 每個級別均分100萬 PV。如果你達到紅鑽，咁你可以參與7個級別嘅感恩獎金。從銷獎，互惠互利，共贏共生。未來生命為用戶帶嚟最頂尖嘅產品、最頂尖嘅服務、最頂尖嘅商業模式。從銷最高可獲得51%嘅獎金，一次選擇，終身享受，甚至免費。選擇未來生命，選擇健康同財富人生。未來生命獎金模式8大優勢：一、升級無時間限制；二、冇強制消費門檻，無需重銷亦可領取獎金；三、級別只升不降，一次付出終身享受；四、伯樂獎緊縮且不封頂；五、無限累計業績不歸零；六、單條推薦線亦可以領取獎金；七、初期就可以直接享受全球業績分紅；八、重銷獎金高達51%；八大優勢，分秒必賺，財富數據瞬間爆炸。加入未來生命，一個選擇，一個夢想嘅開始。Future Vita。